没有，以前的话，我可能现在就会说啊，你卖我，但是我觉得我父母他的商品啊，因为我想要看看，你等着走吗？我今天刚好有在投 AI 仪器，你要等看一下吗？好啊，多久？好了，快1分钟。1分钟。哎，他姐，我帮大哥弄一下，我要用你的 AI 还是用我的 AI？用手机记忆。用你的手机啊，然后再资料再传给他。我理解了。还是用你的机器没关系，要他的手机。我都可以，没有不行，没有。连接到这里。有哦。哦，那你资料再传给关节的那个。